欢迎收看《Kenny 闹星球》。那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常常就是在讲国内的篮球的新闻以及报道。不过在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些比较特别的话题了，那就是 NBA 的冠军赛系列呢，争抢 NBA 最后的荣耀，现在已经打进了第二轮。那在这个第二轮呢，东西区各有4支球队呢，要 advance 到下一个阶段去。那到底在东西区里面哪几个球队的对战组合呢会精彩？会有哪几个球队继续的往前走呢？在这个节目，在这一集里面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可能性。所以呢，在这个东西区各有2个对战组合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一个一个对战组合来跟大家介绍以及分析，到底在东西区里面哪几支球队可以脱颖而出。那首先呢，我们先从西区开始讲起好。那在西区里面呢，现在洛杉矶快艇队以及犹他爵士队呢，在这一轮即将碰面。那在东西区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呢，西区很明显的1、2、3、4在对战里面击败了5、6、7、8，所以呢，就是在第二轮里面，就是1、4要对战，那2、3呢也要碰面。那在东区里面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除了纽约尼克队呢在第4名是输给了第5名之外呢，那另外呢1、2、3也是击败了6、7、8，所以应该这样讲，西区的第8名球队原来是排名第9名的 Memphis， 所以呢算是1、2、3击败了5、6、7、9。对，这样子没错。所以in case 我知道我很多球迷在这边看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他对于排名这件事情呢是更加的有一些的研究，所以我不能出任何的错误。那如果有错误的话，那也请大家包涵。所以我们先来讲第1名飞到第4名，犹他爵士队呢要碰到洛杉矶快艇队。爵士队呢是4-1击败了灰熊队来晋级。那犹他爵士队在这个球季最可怕的几件事情呢，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3分的投射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他是联盟投进3分球次数最多的球队，他也是呢在联盟里面限制对方投3分球最好的球队。所以呢，很明显的，在3分线大做文章的总教练 Quinn Snyder 在今年让爵士队打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战绩。因为呢，不管是在 pick and roll 的防守或针对对方要投3分，他都是 run them off， 让他们不在3分线出手，让他切入没关系。因为如果切入的话，在篮底下要碰到今年应该就是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的 Rudy Gobert， 他已经蝉联2年了，所以今年会不会蝉联第3年，非常的有可能。所以反正对这个爵士队来说，防守的策略就是我拼命投3分，我不让你投3分，然后我的节奏打得够慢，来控制攻击的次数。那我如果3分的命中率高的话呢，你的3分命中率低，而且又不能出手，所以以效率值来看，他赢球的机会就会变得比较大。那在第1轮的时候呢，爵士队是怎么击败的灰熊队呢？很简单，就是3分投射的命中率高，那再加上呢经验值比对方强。那灰熊队慢慢跟对方打呢，虽然也有一些竞争力，可是最后呢还是无法解决犹他爵士队。爵士队在这个对战系列里面呢，40.6%的3分球命中率。那我们再讲讲快艇，快艇碰到上一轮的对手独行侠，是打了艰困的7战才解决掉独行侠，而且在最后呢，Tyronn Lue还用了一些小球的阵容来做最后的调整。那小球的阵容里面呢，让 Paul George、Kawhi Leonard、Marcus Morris、Reggie Jackson， 还有第5人是谁？反正第5人也不是传统的中锋 Zubac，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小球的阵容呢，在最后碰到独行侠 Rick Carlisle 出招的情况之下呢，顺利的击败了对手。而且在所有的季后赛的比赛里面呢，快艇队在例行赛是全联盟3分球命中率最高的球队，可是在前面的6战里面命中率都没有特别的高，数量也没有投进的特别的多，但是却在最后一战投进了20颗的3分球。那这个小球阵容的确产生它的效果，因为 Carlisle 在最后一战呢放出了双塔的阵容，
让 Boban Marjanovic 7'3"的中锋来搭配7'3"的大前锋，就是 Kristaps Porzingis。所以一队打里面，一队投3分，最后快艇还是赢球。可是在这个对战系列里面呢，我们可以期待的是什么？3分比赛。那另外呢，就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快艇队的双枪 Kawhi Leonard 可不可以继续维持他可怕单打独斗的能力，来突破也许不管是 Joe Ingles 的防守，突破 Bojan Bogdanovic 的防守，然后再对到底线里面的 Rudy Gobert。那如果要讨论历史上来看呢，在过去呢，快艇队在季后赛的历史是从来没有击败犹他爵士队，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在这个过去的历史总共碰面了3次，在1992年、1997年、2017年呢，在对战系列最后都是犹他爵士队呢击败了快艇。那更重要，在今年的3次2支球队碰面里面，犹他爵士队也是2-1。那当然呢，在这种强攻强守爵士队的作为之下呢，快艇队本来是大家认为在西区里面非常具有希望的一支团队，因为不管是他们的主要指标球员的攻击能力强大，板凳深度非常的足够，那再加上呢，现在他们有了 Kawhi Leonard， 这个在过去已经有拿过2次冠军赛 MVP 的经验的选手，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能够击败犹他爵士队吗？以在第一轮呢，快艇队打得如此的辛苦来挡住 Luka Doncic， 要不是独行侠自己本身呢，他的第2攻击手，不管是 Tim Hardaway Jr. 在这个对战系列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人物，要不然就是 Porzingis 在后半段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独行侠缺乏稳定的第2得分手情况之下呢，最后是落败。但是爵士队会这么容易的输球吗？Mike Conley Jr. 呢，在前几场比赛也拉伤了后大腿，现在看起来是 clear to play。再加上 Donovan Mitchell 的回归，还有爵士队的一连串的能投3分的外围射手，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我认为碰到快艇队在今年呢，可能要回归历史，可能在季后赛的第4次的碰面，快艇队我认为在这个对战系列可能会输给犹他爵士队。好了，那这个对战系列听起来好像不是非常的精彩，不过我相信一定是3分火炮乱飞的一个对战系列。那 Kawhi Leonard 要突破犹他爵士队能攻能守的这样子的阵容，可能度的确是高的。好，讲完这个对战系列，讲了另外一个丹佛金块碰到凤凰城太阳队。太阳队呢，虽然在10年都没有打季后赛了，可是在今年 Chris Paul 的领导之下呢，他的季后赛真的是非常可怕，而且得分快速的一支团队。今天呢，才击败了丹佛金块队，在这个对战系列的第一战。金块队呢，很明显的在一开局的时候想把节奏打快 ，Nikola Jokic 呢拿到篮板就一直往前冲，前面看起来是火力十足，但是跑出快攻呢，最后的成功率都是很低的。他们一直想在3分线上里面拿到大量快速的分数，但是呢，在命中率不佳的情况之下呢，跑了很多的快攻，可是快攻的分数拿得很少很少。Jokic 打到下半场，因为已经把节奏打得太快了，自己一直跑，所以下半场根本就没有力，自己本身的得分卡在22分很久，到了第4节根本就没有主战的能力，然后想在外围用 Michael Porter Jr. 或其他的球员来添3分，最后的结果也没有特别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失败的比赛呢，我认为很大的一块是来自于金块队自己本身攻击的选择性是不佳。凤凰城太阳队虽然他的后场很强，在这第一战里面呢 ，Chris Paul、Mikal Bridges， 那还有呢 Devin Booker 的得分是轮流跳出，而且 DeAndre Ayton 在这个对战这个比赛里面也攻下了20分的分数，所以说实在的表现真的是很好。也在例行赛的时候呢 ，DeAndre Ayton 有70%的命中率碰到丹佛金块，而金块队的 Jokic 3战里面呢，其实出手次数都并不多，没有办法 dominate 的比赛。对战系列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也是凤凰城太阳队多赢了1场，所以整体来看呢，
金块队在他的后场球员 Jamal Murray、Will Barton 还有 PJ Dozier 都受伤的情况之下，他的后场是完全抵挡不住 Chris Paul 以及这个 Devin Booker。Devin Booker 在第一轮平均了29分，在这一轮里面，虽然第一场比赛他没有打得特别的好，得了大概21分的分数，可是也是因为呢，金块队用 Aaron Gordon 来守他，而且常常会让 Aaron Gordon 呢去掩护这个Devin Booker 的防守者，然后来做成交换，变成大打小的结果。整场比赛呢，牵拖的 Devin Booker 必须要去防守比较高大的 Aaron 这个 Gordon。所以也让他自己本身的得分下降。可是比较大的问题是，身材高大的丹佛金块队并没有用他锋线具有优势的体型来一直强攻的太阳队。如果这个对战组合系列里面呢 ，Mike Malone 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在攻守两端来运作的话呢，那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击败后场经验非常老道 Chris Paul 领军的猛城太阳队。好了，那讲完了西区呢，我们稍微讨论一下东区。东区呢，在第二名跟第3名的对决，公鹿队还有篮网队，很快速的，他们就打完了2场比赛。那我自己本人的预测呢，在这个对战系列里面，我个人认为34分平均得分碰到篮网队在今年的 Giannis 应该会大发手，因为在例行赛的时候，篮网队是完全挡不住 Giannis 的禁区攻势，而且篮网队在今年本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禁区的防守缺乏，而且 DeAndre Jordan 呢根本就没有在场上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现在的篮网用比较矮小的阵容 ，Kevin Durant 打大前锋 ，Blake Griffin 打中锋呢，根本不应该在底线里面挡得住梅尔瓦基公鹿队有 Brook Lopez 以及这个 Giannis 的这个组合。但是这2战呢，却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篮网队的士气如虹啊，打球的拼劲比天还高。那反观公鹿队呢，在自己攻击的选择以及在出手的分配来看呢，打得都非常的不理想。到了第3、第4节呢，基本上篮网队已经是打出完全的气势跟魁。那反观这个公鹿队呢，就是被秋风扫落叶。在拼抢的企图心来看呢，特别是在第一场比赛打了没有多久 ，James Harden 就受伤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篮网队在 Blake Griffin， 没错，没听错 ，Blake Griffin 的带动之下，又是扑球，又是抢球，又是进攻篮板，打的公鹿队完全没有任何的气势。再加上呢，公鹿队尝试用他们的3分火炮，在 Bryn Forbes 的带领之下呢，投出了非常差劲的3分球命中率，所以公鹿队这个依赖的3分球没有任何的贡献。禁区攻打在第1战、第2战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表现情况之下呢，现在已经让篮网队抢出了一个2-0的主场优势。那我常常讲，这种强对强的比赛，一直在第3战才是真正要分出分水岭的一场比赛。因为呢，前面2场都在篮网的主场出赛的时候呢，主场的优势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第3战在梅尔瓦基的主场，如果也是同样的手法赢得了比赛的胜利的话呢，那这个对战系列就即将结束。但是我认为，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呢，篮网队的主场优势应该会占了非常大的一片。如果没有意外的话，7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公鹿队还是有可能可以翻盘这个对战系列。那要在 Kevin Durant 的手上呢翻盘对手，我觉得困难度是难上加难加难。特别是呢，可能在 close out 的 clutch player 来看呢，可能在联盟里面拥有最好的3个 closer， James Harden 他不能打 ，Kawhi 这个 Kyrie Irving 以及 Kevin Durant 的这个掌控之下呢，我认为打到了第7战，在篮网队的主场，篮网队在这个对战系列可以赢球。
因为呢，现在他掌握了自己主场的优势。如果主场的优势在第一场或第二场有被公鹿队破局的话呢，那我认为公鹿队可能可以在这一轮脱颖而出。但是现在2场主场优势都拿走了，公鹿队非常非常危险。好了，那再讲最后一个对战系列，那就是在东区里面呢，排名原来第5名的亚特兰大老鹰队碰到费城76人队的对战。我一直在讲老鹰队在球季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季后赛球队。在这个球队的组成来看呢，本来一直都是用金州勇士队在2015年这样子的一个模板，寻找一个非常能投篮的可以控球的后卫，寻找一个非常能投篮的2号球员，再寻找一群能够一起投篮然后替补上来的一些锋线球员，然后有一个中间的做苦力的选手。他们可以打小球，可是他们却在打到这样子的球季一半的时候呢，在去年的球季就改变了自己的方向。他们不想全靠选秀了，他们在自由球员市场里面寻找到非常多块的拼图，其中包括 Gallinari， 其中包括了像这个 Bogdan Bogdanovic。那寻找到这2个球员呢，对于他3分投射的火炮的协助，把距离拉开的能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广大。再加上呢，现在这个距离拉开以后，给 Trae Young 有更多自己 penetrate 投篮的一个能力，以及投3分的空间。还有呢，本来在禁区里面就可以以小博大的 John Collins， 那他的团队的阵容是我认为非常棒的。那更重要的一点呢，他去年又加入了 Capella 这样子的一个可以 pick and roll 中间的一个选手，所以在 pick and roll 的运用，在外围区域的放大，都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球队。可是你可以想象到，在第一场碰到东区第1名的76人队，他可以击败他吗？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想象到的一个内容。不过呢，76人队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 Joel Embiid 呢，在上一轮就已经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的 meniscus torn， 他的半月软骨片是撕裂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战力有受到影响吗？第一战呢，大家认为他应该是受伤没办法打，可是他却跟有名的 WWE 的超级巨星 Triple H 一起走出了休息室，然后得到了现场18000多名的观众的欢呼。这样子的一个进场呢，也让费城76人的球迷这个沸腾到了极点。但是却在一开局的时候看到一个老鹰队狠狠的修理76人，17-0的攻势，上半场他就已经领先了非常多的分数。虽然 Joel Embiid 在这个对战呢有膝盖的受伤，还是抢下了39分的分数，但是没有办法摆脱 Trae Young 的35分，以及呢老鹰队外围的火炮的贡献，也有2个球员得分上了21分。更重要的一点，费城76人在板凳的球员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贡献度，在板凳呢也是被对方杀得体无完肤。所以这个是76人队在这个对战系列在第一战没有打出的一些数字。那完全在比赛的节奏掌控是在老鹰队这边。虽然76人在最后非常积极的追分，最后形成了128-124的一个结局，但是呢第一场比赛让老鹰队得分过多，外围火炮的这个火力太过于的强大。那至于在对方的主场拿下了第一胜，破了费城76人的主场优势，我认为对战系列老鹰可以赢吗？我认为有困难度，因为76人队只要Joel Embiid可以在攻守两端呢持续有一定的威胁性，老鹰队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复制42%的3分球命中率，已经投过超过20颗投进的3分球的这个次数。76人队肯定会在防守面必须要加强，把这个比赛呢对战系列变成一个真正季后赛防球方式以及打球的节奏。所以第一击败第5，我认为非常的有可能。所以在今年的 NBA 的季后赛，很明显的去年冠军赛系列的2支球队洛杉矶湖人队跟热火队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那
不管是不是因为他们去年打完了冠军赛系列才休息了70几天，就已经打今年的球季，导致伤兵问题过多，而且比赛的过程呢，其实你看到今年很多的比赛都是打一休一，打一休一，然后 double header， 打一休一，打一休一 double header， 所以球员体能的消耗，在板凳深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呢，或者是在上一季打完没有太多休息的情况之下，很快速都被淘汰。今年我认为冠军赛的对战呢，绝对会是一个团队篮球，板凳深度可以拥有到8名到9名，甚至到第10名的球员呢的球队，我认为可能才会有比较容易呢打进最后东西区的冠军赛。不过在这一轮，我的预测会不会准确？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在今年呢，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崭新面貌的球队开始进入了季后赛，然后开始有对抗的能力，其中包括了像我们刚刚讲西区的球队，西区的4支球队呢都有一个特色，除了我刚刚讲是1、2、3、4击败5、6、7、9之外呢，那他们共同特色就是这4支球队都从来没有赢过 NBA 的总冠军。最靠近总冠军赛呢，是在93年的凤凰城太阳队，以及98年的犹他爵士队。可是这4支球队呢，都没有尝过冠军戴上戒指这样子喜悦的时刻。在今年来看呢，他们非常的有机会。不过在东区呢，来势汹汹，到底篮网可不可以脱颖而出，还是76人队能够压倒老鹰呢？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年的冠军赛系列可以期待的一个戏。不过在第2轮结束之前呢，每一个对战系列我认为都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呢可以在电视机前面呢转播的时候，看到各位球迷跟我一起欣赏精彩的 NBA 第2轮的比赛。好了，这一集的 Kenny 闹星球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很不一样的，在这一集跟大家讨论的一些 NBA， 也希望我的球迷们呢，或喜欢篮球的球迷们可以适应这样子的一些话题。那在未来呢，在 NBA 冠军赛系列继续的前进的路程当中，我们也不时的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NBA 的资讯。我们下次可以到星球再见了，拜拜。